OK，好啦，咁而家就係到 ASGS 嘅 last hit 啦，遲咗幾日啦，咁但係都唔緊要啦，你哋都唔會即刻睇噶啦，OK，咁啊記住個碌屎就可以喺下面 description 揾到嘅，咁記住 download 咗嚟跟住做啦，OK，咁我哋揾翻 AS 同 GS 先啦，最簡單一啲啦，common 究竟佢哋有 common 嘅乜嘢咧？AS 就係 common difference 啦，等差數列啦，TN 記住 TN 意思係 nth term 啦，整翻細少少先嚇。n term 啦，而 T_n 減一好自然就係 n 減一個 term 啦，即係佢前面個 term 啦。咁而你 m term 減佢前一個 term 咧，就係 D 係個 constant 嚟嘅。咁我哋叫 common difference 啦。咁呢個就係等差數列個要求啦，就係每一個 term 減佢前面個 term 都係一個 constant。OK，而 GS 好簡單啦，common ratio 啦，T_n 除 T_n 減一係 R 啦，R 就係 constant 啦。咁而我哋個 general term 可以寫做 A 加 n 減一乘 D 啦，咁記住 n 減一啦，咁而都係 AR 嘅 n 減一次方啦，咁記住啦。咁譬如 T6咧，你記住就係 A 加 5D 就得噶啦。咁呢度譬如 T10 咪 AR 9次方咯。OK，記住減一啦。咁下邊呢度教你 modifying 嘅 sequence，咁就係本身有個 AS 啊，2、5、8、11、14，呢邊就係3、6、12。咁我哋做幾樣嘢嘅，藍色呢邊咧，首先我哋將佢加一個 constant，咁減都一樣嘅啫。不過我呢度做加5俾你睇，7、10、13、16、19啦，全部加5啦。咁你發現佢都仲係個 AS，個 common difference 都係3嘅。OK，咁而你見到 common ratio 呢度係2啦，我呢邊就乘除啦。嗱，記住點解我哋會咁樣做咧？就係因為等差數列係加一樣嘅數，等比數列係乘一樣嘅數，咁所以咧我哋呢度係加啦。AS 我哋用翻去同樣咧，呢度加咁啊 AS 本身係講緊 GS 本身講緊乘，咁我哋咪最基本咪加減咯，做翻呢邊我哋做翻乘除咯。OK， 同一個 level 嘅，所以係好啦。跟住所以你發現佢哋個 common ratio 都係冇變噶。OK，呢度 D 係3，D 係3，R 係2，R 係2。咁如果你度乘咧，乘記住係咁加嘛。而次方嘅意思就係咁乘啦，其實呢兩個又係同一個 level 嚟噶，咁所以我哋擺埋同一格度。咁你見到如果我將佢乘3咧，65、24、33、42咧，common difference 係乘咗3嘅，由3變咗9。而綠色嗰度咧，我將佢 square 咗之後咧，佢個 common ratio 都係乘咗2嘅，都係 square 咗嘅4。OK，咁呢度小心啲啦。然後你可以做嘅嘢就係加多一個 AS 俾佢，咩意思咧？見到本身係2、5、8、11、14，呢度1、3、5、7、9，我逐個 term 加2加1，跟住5加3、8加5，咁你就會有3、8、13、18、23啦。咁都仲係一個 AS 啦，而個 common difference 就係兩個 sequence 嘅 difference 加埋啦。OK，sum of difference of two sequences 啦。咁而 GS 一樣啦，咁你但係會係乘 GS 啦，叫做乘啦。咁所以我哋有第二個 GS 232，呢度個 ratio 係4啦。咁所以乘出嚟會有648、384個 common ratio 就係 product of 兩個 GS 嘅 R 啦。OK，咁所以呢個 common ratio 係2乘4啦。我哋本身個係2，新嘅係4、8。OK，最後啦，你會發現如果你將個 AS 嗰啲 term 擺咗喺一個次方度咧，佢會變咗個 GS 嘅，而個 common ratio 係2嘅3次方，嘅3次方喺邊度嚟咧？就係個指數啦。而個2當然就係個 base 啦。相反 exponential 嘅相反就係 logarithm 啦。如果你 log 一個 GS 咧，log 3、log 6、log 12咧，佢會變咗個 AS 嘅。而個 common difference 就係 log 2啦。OK，個2就係個 common ratio。OK， 清唔清楚？好啦，咁我哋而家講一個 exercise 先。如果 T_n 係一個 AS，D 係5，嗱，我哋用唔同顏色啊。依句話俾你知係咩啊？定義就係 T_n 減 T_n 減1就係5啦，AS 啊嘛。咁如果話俾你聽 G_n 係依個色，G_n 等於4T_n 加3n 減2咧。我而家想問你，佢係咪個 AS？ 咁你想知道 G_n 減 G 括弧 n 減1係咪一個 constant 啊？OK，咁你咪將佢代發入去咯。G_n 係4T_n
加3n 減2。咁而我用另外一隻式啦，呢度你會發現 gn 減1咧就應該係 4t， 記住所有 n 轉晒做 n 減1啦，加3依個 n 都要轉做 n 減1加減2。OK， 咁然之後我就將呢兩個相減啦。咁你將 expand 或者 simplify 啦 ，4tn 加3n 減2減 4tn 減1減 3n 加3減2，呢度小心啲處理啦，加大減啦，咁所以呢度係減變翻加 ，OK， 後邊都係加 ，sorry 啊，係啦，所以處理嗰時要小心啲啦，咪話，因為呢度減呢度都係減啊嘛 ，OK， 好啦，咁所以我哋約咗啲一樣嘅，即係約咗啲嘢先啦，咁你最後就會剩翻4tn 減 tn 減1，抽個4出嚟啦，再加3啦，我哋剩翻個3喺度嘅。咁而依嚿數頭先咪俾咗你咯，5啊嘛，4乘5加3啦，咁所以就23啦。23係咪一個 constant 啊？係啦，23係一個 constant 啦。咁所以 gn 係一個 as 啊，而佢個 common difference 就係23啦。OK， 咁呢個就係第一節嘅 ASGS。Arithmetic sequence Sn 係等於 n over 2 a 加 a 加 n 減1乘 d 啦。咁如果你會留意到 a 就係 first term 啦，而 a 加 n 減1乘 d 咧，其實就係 tn 嚟嘅，亦都係你個 last term 啦。因為你而家係講加到 n term 啊嘛，呢個意思叫做加到 n term。咁嘅意思即係頭加尾乘函數除2嘅 n 係函數啊嘛，咁所以咧你亦都可以就咁記得噶啦，頭加尾乘函數除2。咁而個函數，如果你唔知函數點揾，佢就俾咗頭項同尾項同埋個 difference 你咁點算咧？就係尾減頭除差加1就係個函數啦。OK， 尾減頭除差加1就係個函數啦，記得加1啦。咁 GS 亦都係啦 ，a 乘 r 嘅 n 次方減1除 r 減1，或者 a 乘1減 r n 次方1減 r 啦。咁下面就 sum to infinity 啦。sorry 啊 ，sum to infinity 嚟嘅 a 除1減 r， 記住唔可以寫咗 r 減1嘅，呢個唔可以嘅。OK， 好啦，咁下邊有 exercise 啦，好基本嘅就係話有個 as 啦。首先你揾到 common difference 先啦，加7。第一就係問你有幾多 negative term 啦，永遠第一步寫翻 tn 先 ，a 乘 a 加 n 減1乘 d 係 positive 7啊嘛 ，positive 7。咁所以你將佢 simplify 變咗 7n 減180啦。OK， 7n 減180，而我要 negative term， 咁即係 tn 要細過0啦。OK，tn 細過0之後，咁即係其實我要 7n 減180細過0啦。所以 n 係細過180 over 7，即係 25.7 啦。咁所以 n 最大最後一個 negative term 就係25啦，所以有25個 negative term 啦，明唔明白咗咁樣 ？OK，tn 細過0啊嘛 ，n 如果細過25.7都係 negative， 咁所以總共有25個 negative term 啦。B part 叫你 find the sum of all negative term， 咁即係將頭25個 term 加晒佢啦，咁簡單啦，25除2負173，咁因為你唔知尾項係幾多，你要計，咁所以我直接用 a 加 n 減1乘 d 嚟計啦，咁你會計到負2225嘅。然後 C 啦，我就話今次我要成個 Sn 係正數，咁即係 Sn 要大過0啦。OK，Sn 係 sum of first n term 啦，而我要佢係 positive 嘅，咁所以 Sn 大過0啦。n over 2負173減173加 n 減1乘7大過0，將個除2掉過去，0乘2都係0啦，咁所以冇變啦。依度我將佢負173減173再減7，應該就係負353啦，加翻7n 大過0。咁呢度記住啦，點樣 solve 咧？就係當佢係一條等於0嘅 solve 先。咁你有兩個 x-intercept 嘅 n 等於0啦。呢個記住唔好咁寫啊。我話 n 等於353 over 7啦。
應該就係呢度啦。咁而記住係因為n square 個 coefficient 係正七係 positive，咁所以個開口向上。而我要去大過0，大過0即係呢度啦。記住 y 大過0啊嘛，咁所以就係呢兩節啦。分別就係 x 細過 n 細過0，我話 n 大過353/7啦。咁因為 n 係 positive number 嚟啊嘛，你冇負 term 啊嘛，咁所以就要51個 term 啦。OK， 咁最後 D part 啦，就係叫你揾第10個 term 加到第30個 term 嘅啫。咁呢個咧亦都講過啦，係 sum of 30啦，即係1至30個 term 啦，減翻1至9。OK， 第10你要計噶嘛，10至30啊，咁所以你減翻1至9，咁所以減 S9啦。OK， 咁呢個只係代數字。你哋自己可以自己計都得啦，呢個。OK， 咁跟住再減翻。OK， 冇乜特別嘅。OK， 就係咁啦。咁應該係負840。OK， 好啦，咁然後到下一個啦。咁下一個咧就到GS 啦。咁而家呢個 GS 就係咁樣嘅，俾咗你7、12、36、18。OK， 咁然後佢到問你嘅就係嗰個 SN 又係個心，咁然後問你幾時 SN 會大過142，咁記住又係啦。OK， 今次個 common ratio 係1/2啦，記住36除72啦，後邊除前邊啦。咁而 SN 大過142咪照做咯。SN 嗰條式就係 A 乘以1減 Rn 次方除以1減 R。咁記住，因為 R 細過1，咁所以我哋用1減啦。咁你呢度 positive 易做啲啦，大過142。我諗呢度通常計數小心啲啦。咁你知道呢度係1/2噶嘛？調過去係變乘，咁所以142乘1/2係71。1減1/2嘅 n 次方係大過71/72。咁然之後咧，你將呢個1/2 n 掉過右手邊啦，將個71/72掉翻去左手邊啦，然後兩邊 log 咗佢咯。將個 log 1/2調過邊除啦，記住 log 1/2係負數，因為0至1嘛 log， 咁所以個 inequality sign 要調轉 ，m 大過6.17，咁所以7個 term 啦，7 term 啦 ，n 係7啦，所以 OK。sum to infinity 呢個無聊到爆啦，72 over 1減 R 144啦。OK， 所以冇乜特別噶啦。咁下邊呢個 property 咧，你要留意下嘅，永遠係記住 three terms 嘅。我哋講緊即係有 arithmetic sequence A1、A2、A3 啦，順住佢啦。geometric sequence G1、G2、G3 啦。咁 by 基本嘅 definition， 你有 A3 減 A2 等於 A2 減 A1 噶嘛？後一個 term 減前一個 term 係一樣噶嘛 difference。咁GS 就類似啦，G3 除 G2 等於 G2 除 G1 啦。咁你將佢 rearrange 啲 term， 將個 A2 掉過去右手邊，A1 掉過去左手邊。咁你就 A1 加 A3 等於 2A2 啦，A2 係 A1 加 A3 除2啦。arithmetic mean 咧，呢個亦都我哋成日叫嘅。你好似將前面加後面除2咁嘅 mean 啊嘛。咁依個 G1 咧就見到交叉相乘啦，G1 乘 G3 等於 G2 square 啦。然後呢個我哋叫 geometric mean， 不過呢個其實你唔係好使知嘅其實。咁但係記住開方咧 G， 如果你想開方佢咧，記住係正負啦。咩意思咧？248可以係 GS 啦，咁4真係開方2乘8噶嘛。但係亦都可以負4個 common ratio 係負2啦而家，而負4係負開方2乘8嘅。OK， 咁所以呢度要剔正負。即係如果佢俾咗你呢個 x 咧 ，x 有兩個數字可以揀啦，就係4同埋負4啦。
好啦，咁呢度咧我出錯咗啲題目嘅，係啦，而家應該啱啦，係啦，2 k 減1 k 加1 k 減1咧就係 three terms of a GS，咁 find the possible values of k。咁呢個用翻頭先嗰個啦，就係中間嗰個 square 係等於頭前邊乘後邊啦。咁所以 k square 加 2k 加1係等於 2k square 減 3k 加1啦。k square 減 5k 等於0 ，k 等於0或者 k 等於5啦。好啦，咁你代翻入去睇啦。咁如果 k 等於0嘅話，你會有負1、1、負1係 GS 嚟嘅喎 ，OK 噶。咁所以都要留翻啦。但係當 k 係5嗰時咧，你會有9、6、4都係一個 GS 嚟嘅 ，common ratio 係3/2。OK，咁所以呢兩個答案都啱嘅，冇問題啊嘛。好啦，然後到下一個啦。我哋就會想講嘅咧，就係呢個 AS 嘅 application 啦。咁呢個少講啲嘅。好啦，睇翻條題目，我而家有啲棒啦，即係我哋砌火柴咁樣啦。A1 咁樣，A2、A3、A4，你會見到佢本身係啲正方形嚟嘅。OK，咁佢用火柴砌啦。問你 A1、A2、A3、A4 係咪個 AS？咁記住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數啦。A1 有4支啦，1、2、3、4啦。A2 1、2、3、4、5、6、7、8、9、10、11、12支。A3 咧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A4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係唔係一個 AS 啊？佢哋12減4係8， 24減12係12，唔係喎 ，not an AS 啊。所以好啦，咁然後問你 A2 減 A1，即係12減4啦，8 A3 減 A2， 24減12係12啦。A4 減 A3， 40減24 16啦，係咪一個 AS 咧？12減8係4， 16減12都係4喎，咁就係 AS 啦。咁所以問翻你 AN 係咩嚟咧？即係而家話俾你聽 ，A1 係4，加8就去到12啦，加12就去到24，加16就去到48、12、16，或者仲有個 A0嘅話就係加4啦。4、8、12、16係 AS， 咁呢啲係咩嚟嘅咧？你去睇翻喎，4即係4啦，12即係4加8先嚟到呢度嘛，4加8， 24點嚟㗎？4加8再加12啊嘛，咁而40咧，4加8加12加16啦，咁所以咧其實 AN 係一個 summation of AS 嚟嘅，見唔見到係 sum 嚟嘅？呢個40就係4個 term 加埋 AS 嘅 ，OK， 咁所以 AN 咧其實就係4加8加一路加個 n 咁多個 terms， 咁所以咧呢個 summation 條式你可以寫啦 ，n over 2啦，4加4加 n 減1乘4啦 ，common difference 係4啦，咁而家我只係得2015支棍，咁所以呢個 summation 即係個圖形總共用嘅棍嘅 number 一定要少嘅話，即係等於2015啦。n 4加 4n 細過等於4030， 4n square 加 4n 減4030細過等於0。好啦，然之後記住當佢等於0咁 solve 先。OK， 咁你當佢等於0咁 solve 即係撳計數機啦。咁然之後話你會有負32.24同埋正31.24嘅。咁因為 n 個 coefficient 係 positive 啦，開口向上啦，而我要細過等於0，咁即係我要 below x-axis 呢一截啦。咁所以最後答案就 n 細過等於負32.24，我話 m 大過sorry 中間嗰截啦，細過等於 n 細過等於31.24啦。咁所以 n 最大咧 maximum of n 咧就係31啦。OK， 就係咁啦。
有冇問題先？好啦，如果冇問題，我到下一個啦。下一個就係 AAS 嘅第二種類型啦。咁呢個咧就係話第一日阿 Dennis 就儲咗 X 咁多錢入去銀行，然之後每 successive day 即係下一日咧，佢就會儲多 K 咁多錢俾前一日。咁即係第二日就係 X 加 K 啦，第二日就係 X 加 K， 第一日係 X， 第二日 X 加 K， 第三日咧比前一日多 K 啊嘛，咁即係 X 加二 K 啦。咁第四日就 X 加三 K 啦。咁然之後佢知道佢第六日嗰陣時 deposit 咗2000蚊，咁即係 X 加5 K 係2000啦。記住係5啊嘛，少一噶嘛，永遠即係第二日嗰陣時係1個 K， 第三日嗰陣時2個 K， 而總共有7500蚊。第六次之後，咁即係 summation S6 係7500蚊咯。K 而家係個 N 嚟噶嘛，其實 OK 即係第幾日啊嘛。OK 咁所以而家就係話 K over 2 X 加 X 加sorry 6 over 2 X 加 X 加6減1乘 K 係7500啦。咁呢個話俾你聽，即係3乘2 X 加5 K 係7500啦。OK 咁即係6X 加15 K 係7500啦。咁記住依啲題目我教過你幾個方法啦，盡量將一個 coefficient 變做1啦。咁我譬如將 X 變做1啦，咁依個唔使喐。依條式成條除6，成條除6 X 加 2.5 K 等於1250。咁然之後再將依條1減依條2 2.5 K 等於750 K 係300。X 就係500啦，所以 OK 你代翻300喺呢度。喺第 M 嗰日咧，佢就話至少有10萬蚊，咁所以 M over 2 summation 啦 ，SM 啦 ，M over 2 500加500加 M 減1乘300，OK 就大過等於10萬。咁然後用翻頭先嘅技巧 solve 啦，咁我要唔再重複做啦。咁希望你自己試到啦。OK 答案係呢個。咁你記住撳停佢先啦，你自己做咗先喺度。最後佢話 in 5 days time 佢儲咗17500蚊，你唔知邊5日嘅，咁而家問你邊5日 ？OK，咁我譬如 let 佢係第 G 日啦，G 加1啦，G 加2啦，G 加3啦，G 加4，依5日我當係。咁佢儲咗17500蚊，我點計啊？嗱，你有兩個方法嘅。第一，你可以揾翻依個做 first term。OK， 咁依個 first term 嘅話，咁佢嗰日儲咗幾多錢啊 ？A 加 G 減1乘 K 啦。OK，A 加 N 減1乘 D 啊嘛。咁即係500加 G 減1乘300，咁即係200加300G 啦。咁所以而家佢儲咗5日錢，個 first term 我用咗依個喎，依個係 first term 喎，而家第一日嘅錢，咁就等於200加5 over 2先，200加300G 加200加300G 乘5加5減1乘300。OK，A 加 N 減1乘 D 啦。OK，佢每日都係儲多前面嗰日300噶嘛，而 N 而家變咗5日啦。OK，我將呢日變咗第一日，跟住依個就等於17500 solve 咗佢啫。然後 OK，咁你應該有7000等於要400，下面1200 1600加600G。OK，咁 G 即係9啦，咁所以係9至13日啦，9、10、11、12、13啦。OK，就係咁，冇問題。
咁如果冇問題嘅話咧，就到下一 part 啦，下一 part GS 啦。我睇下先，GS。咁呢個教你點樣砌翻個 ratio 嘅啫。咁呢個好典型嘅題目啦。佢借咗200萬 ，interest rate 係18% PA，compound monthly。佢每個月啦，即係佢每次計完利息都會俾10萬蚊，咁即係 monthly 啦。OK， 好，第一佢俾完第一次錢，仲爭佢銀行幾多錢咧？咁呢個咧記住啦，咁200萬啦，首先計咗利息先啊嘛，乘1加18% 除12，揾翻1個月嘅利息先 ，per month 嘅 interest，再減翻10萬蚊。還咗10萬蚊，咁所以應該仲爭193萬嘅。OK， 咁然後下邊啦就話 nth payment 佢仲爭幾多咧？咁我哋將頭先嘅計法再寫一次先。嗱，依個 after first payment 啦，佢就仲爭1加18% 除12係1.015，咁我哋會簡單啲嘅，通常寫依個啦，減翻10萬。咁呢個就係佢還完第一次錢爭幾多啦？第二次錢，佢喺未還之前要計咗利息先喎，將剩低佢仲爭銀行嘅錢。咁呢個係之前第一期還完之後仲爭銀行嘅錢啦，乘咗1.015先，再還10萬蚊，唔使計啦。第三，200萬乘1.015減10萬乘1.015減10萬。依嚿數就係佢還完第二次錢之後爭銀行幾多噶嘛？我將成嚿數再計利息啦，1.015，跟住佢再還10萬。OK， 好啦，然後你試下將呢啲 expand 啦，我將第二個 expand，你會有200萬乘1.015嘅 square， 兩個1.015啦，減10萬乘1.015減10萬。下邊嗰個你將佢 expand 咧，你會有200萬乘1.015嘅3次方。點解我咁快知啊？記住呢個乘1.015係將第二年嘅數乘1.015噶嘛，我咪將呢度再乘多1.015咯，所以2次方會變咗3次方啦。然後呢度個1次方會變咗2次方啦。呢度本身冇次方會變咗1次方啦。咁而最後記住仲要減翻1次10萬噶嘛。好啦，咁已經睇到 pattern 啦。咁所以第 n 年嗰時咧，應該就係200萬乘1.015嘅 n 次方減10萬乘1.015嘅 n 減1次方。記住2啊嘛，呢度3細佢1啦。咁所以如果呢度係 n， 呢度就係 n 減1啦。而嘅次方就會一路減啦，一路越嚟越細啦 ，n 減2，一路去到10萬。OK， 咁點樣寫咧？依嚿數即係200萬乘1.015，呢個冇得改啦。好啦，睇翻依度，記住我叫你做嘅嘢，第一步就係抽個減出嚟，入邊變晒加先，抽咗減好。然之後第二樣嘢你要做就係當依邊係 first term。跟住每個數都係乘1.015，個次方開始增加啊嘛，0次方、1次方、2次方，跟住去到 n 減2次方、n 減1次方，每個都係加1噶嘛次方，咁所以乘1.015啦，係 common ratio 係1.015啦。OK， 咁所以 summation 條式就係 a first term 1.015嘅 n 次方，點解 n 次方？最簡單，你睇下呢度，第一次嗰時有1個 term 啦，第二次嗰時有2個 term 啦，要一個啦，第三次嗰時有3個 term， 1、2、3，咁所以第 n 次嗰時有 n 個 term 啦 ，n term 啦 ，OK。咁而另外一個解釋就係記住，就係因為你一數到係 n 減1。由1次方開始數到去 n 減1次方就有 n 減1咁多個數啦，好明顯啦。譬如1數到99咪99個數咯，但係有一個係0次方噶嘛，呢度嘅0次方啦嘛，咁所以要再加到1啦 ，n 減1加翻1，所以 n term 啦。OK， 上面留咗 n 添，咁呢個叫做減啦。咁然後就將呢度 simplify 啦。
依嚿數用計數機撳一撳啦，咁應該其實幾核突嘅。然後再抽翻 common factor，咁你最後應該有6減46666乘1.015嘅 n 次方啦。OK， 等一陣先啦，休息下先我要。OK， 好啦，繼續啦。咁呢度 find the number of payments required for Dennis to repay all of debts。咁繼續還完錢之後，嗱而家呢度呢個數頭先啱啱計完嘅，乘1.015 n 次方就係佢爭銀行幾多錢啊嘛？還咗 n 期之後，咁而家佢要還晒啲錢，咁咪即係佢爭嘅錢係少過等於0咯。咁點解會少過咧？就係因為可能你而家咁樣計係假設佢每次都還10萬蚊啊嘛，咁可能最後嗰次唔使10萬蚊噶嘛，咁所以我哋就睇下要還幾多期啦。OK， 咁你應該會計到 solve 咗依個去啦。咁而今次記住唔使調轉 linear equality sign 啦，咁因為 log 1.015都係 positive 嘅，咁應該 n 大過等於23.96嘅，咁即係24個 repayments 啦，要 payments 啦。咁然後最後問你啦，佢最後嗰次 payment 幾多錢咧？咁因為應該唔係10萬噶嘛，如果10萬就啱啱好整數咯，你會計到。咁所以我哋首先要計下佢還完23次之後仲爭幾多錢先。OK， 佢還完23次之後仲爭幾多錢？咁呢個就係佢還完23次之後仲爭嘅錢啦。然後記住佢每次還錢之前好 cheap 嘅，要計咗利息先。咁而呢個就係佢最後嗰次還嘅錢啦。OK， 95,654，你發現好接近10萬嘅，點解咧？就係因為你見到佢好接近24次嘅。OK， 即係好接近要還10萬蚊嘅，咁所以你見到最後答案都好接近10萬蚊嘅。OK， 咁記住計嘅方法就係咁啦。最後啦，就係講翻一個我哋之前講過嘅題目啦。咁就係呢個 Mock 1嘅第19條，咁其實都係講翻 similar figures 要注意嘅嘢嘅啫，因為所有圖形嘅 GS 其實都係用到 similar figures 嘅，咁所有圓形啊、sphere 啊、正方體啊嗰啲咧都係 similar 噶啦，記住。OK， 佢話而家整緊個 decoration 啦，而話咗俾你聽嗰個佢係一大堆嘅 cube 裝嵌而成啦，而每一個 succeeding cube 咧個 length 都係4/3個前面，4/3乘前面嗰個嘅。OK， 咁呢度搭上去啦。而家首先問你個高會唔會超過2米？咁你而家知道第一個高係50 cm。第二個係50乘3/4，第三個高係50乘3/4嘅 square。咁你已經揾到啦，個高度嘅 first term 係50啦，而個 common ratio 係3/4啦。咁而家問你會唔會超過2米？咁咪計 sum to infinity 咯。50除1減3/4係200。咁因為連 sum to infinity 先係200，咁所以唔會 exceed 啦。OK， 好啦 ，B part 啦。嗱，記住呢啲題目咧，我哋要睇下邊啲嘢係 in GS 嘅。OK， 嗱，你譬如睇第一個揾 pattern 啦，你第一個有6個面啦，咁呢個就係50乘50一塊面嘅面積乘6啦，6塊面。好啊，第二個咧，即係搭住咗一個細嘅喺上面嘅話咧，咁你點計啊？咁你記住唔可以就咁計咯，因為除咗50乘50乘6加50乘3/4乘50乘3/4，而家佢每條邊都乘3/4啊嘛，乘6之外咧，但係我哋依個面搭住咗噶嘛，呢個面見唔到不見天日噶嘛，咁所以咧要減翻呢個面嘅大細啦，咁就係細個 cube 嘅大細嚟噶啦，呢個係乘2啦。點解要減走2個面咧？你諗下。OK， 我而家畫翻分翻開佢哋兩個先。好，你睇到啦，細嗰個最底個面冇得計啦，但係頂嗰個依個面都俾細嗰個遮住咗噶嘛，佢係黐埋咗噶嘛呢度。所以有2個面都計唔到啦，
需要減翻2個啦。咁即係淨係計到4個啦。其實即係計4個啦。OK，咁你然後再做下一個，你都發現係同樣嘅情況喎。你再搭多個喺上邊咯，譬如喺度搭直接。咁你就自然再加多50乘3/4嘅 square 啦。記住而家每條邊個比例係咁啦，乘50乘3/4嘅 square。咁而家就係綠色邊嘅面，綠色正方形嘅面積啦。又係有2個面計多咗啦，分別係綠色面最底嗰個啦，同埋依度有一格仔同佢綠色面黐住嗰度都計唔到。咁所以你純粹只係計4塊面啫。OK， 本身依度有6塊，但係減走藍色嗰2塊。OK， 6減2，咁所以淨係計4塊啦。咁你所以發現到咧，第一個咧其實唔係個 AS 嚟嘅，唔係個 GS 嚟嘅，sorry。因為第一個係乘6，依度先係乘4。OK， 咁所以咧你計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咁啦，50乘50乘6啦，依度照計啦。跟住下邊嘅 first term 就係50乘3/4乘50乘3/4，呢個 first term 啦，乘4啦。OK，first term 啦，個 common ratio 係3/4嘅 square 啦。記住而家面積比啊嘛。OK， 然後你諗下我哋有幾多個項數啦？第二個正方形嗰時有2個正方形，我哋計2項，但係我話第一項唔係依個唔係 in GS 噶嘛。雖然有2樣嘢加埋，但係我哋淨係計一個 GS 嘅啫嘛。呢個抽開咗嚟計噶嘛，我哋咁所以第2個立體嗰時，我哋係計一個 GS term 啦。第3個立體嗰時，依度有一個 GS term 啦，依度有第2個 GS term 啦。咁所以如果第 n 個立體嗰時咧，係 n 減1個 GS term 啦，明唔明白？咁然後減1再除3/4減1啦。咁其實我蠢咗啦，講過話應該調翻。OK， 又發現咗啦，係個 common ratio 錯咗，呢度應該係 square，呢度個 common ratio 係9/16，咁所以小心啲啦，大家都係啦，咁應該7/16嘅亦都係。OK，咁所以咧就下邊計錯咗啦，即係咁啊27,500減15,000乘翻7/16先，咁然後再除5,625，咁應該係35/36嘅35/36嘅。OK，咁所以1/36啦，依邊係。OK， 1/36啦 ，not 1/36除以 not 9/16，係啦，6.228，咁所以 n 係細過等於7.228嘅，咁所以 max n 係7啦。OK， 好啦，下邊咧其實我想講係 C1 係唔關 GS 嘅，而最後嗰個記住就係個 common ratio 會變咗3/4嘅 cube 嘅啫，其實只係依個啫，即係我想提嘅嘢係咁多。記住 similar figures 嗰個，我哋用 common ratio 計，唔好逐次都揾嗰個。其實咁樣寫，所以已經唔係咁好噶啦。應該直接寫50乘50乘以3/4嘅 square，依個係面積個 common ratio。OK， 咁然後50乘50乘，所以依度亦都頭先我成日犯錯就係應該寫翻9/16，依個係個面積個 ratio 啦。即係唔好用3/4 square 啦，咁然後下邊先用9/16嘅 square，咁樣會清楚啲咯。咁體積比就係27/64啦。OK， 3 cube/4 cube，呢個係體積比。咁記住，所以咁樣你冇咁容易錯咯，即係冇咁容易撈亂。頭先我就撈亂咗，究竟個比例係幾多啦？OK，就係咁啦。